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分享攻殼機動隊中笑甲草薙數子模型，屬於 Max Factory 嘅 Plamitty 系列模型。組裝方面整體簡單，雖然有一部分說明書要求黐膠水，不過黐膠水嘅位置唔多，2個而已，接合度 OK， 起碼唔使轉窿。今次齋砌冇上色，有部分部件已經上色，所以好快搞掂。零件有一個好細心嘅設計，就係將 LR 印咗喺零件上，等玩家組裝時能夠分辨左右。同 Bandai FRS 一樣，砌完可以扭來扭去擺 pose。笑甲模型嘅外套唔除得，同本體連成一體。換言之，外套唔影響擺動。手型都有好多款，武器只有手槍及 Spuwel C26A。面部可以選擇，並附有眼睛水貼，但冇面樣俾我貼眼睛水貼。附設都冇意思，支架都係模型附設，插喺背部。造型方面都好仔細，連頸部後面嘅電線插頭都整埋。笑甲模型好多關節可以喐嘅。感想整體都滿意。SAC 版數字公仔玩具模型市面唔多選擇，反而其他廠出 SAC 版載具較多，例如 Wave 所出嘅攻殼車啦，秀屋出嘅細腰風直升機。而笑甲模型值得一讚係成色部件，唔使煩上色，又唔使貼貼紙，能夠輕鬆地完成。